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哈塞涅国际援助组织和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联合组织的国际维吾尔论坛。全球应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论坛于11月9日在欧洲议会开幕，由来自多个国家的欧洲议会议员、人权组织、记者、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东突组织国际协会的代表，以及部分研究人员、专家和中国集中营受害者参加会议。通过一系列研讨会和小组讨论，该论坛旨在讨论如何使机构间协调更有效地应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美国《谢尔报》11月8日发表文章，呼吁联合国承认中国的种族灭绝罪行。这篇文章表明，为兑现种族灭绝不再发生的承诺，有必要将这一中国政府多年犯下的罪行命名，并及时予以惩处。近期中国在海外设立110令，进展之势引发西方国家密切关注。目前已有14个国家展开调查并采取行动，还有新发现的16个禁污站将继续被曝光。人权组织保护人士7日发表书面声明称，奥地利、捷克、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荷兰、英国等14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调查中国在境外非法设立的警察服务中心。日本自卫队与美国军方10日启动大型联合演习，力荐演练保卫日本群岛边缘岛屿的行动。根据日本防卫省消息，日本将有逾 2.6 万名陆海空自卫队人员参与演习，美方将有约1万名军人参演，其中包括来自太空部队的军人。此外，演习中将动用20艘日本自卫队船只、10艘美军船只，以及250架日本自卫队飞机和120架美军飞机。在演习期间，演习方案计划演练保卫鹿儿岛县边缘岛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武装力量的4艘舰艇和2架飞机也将加入。中国总理李克强访建期间启动了多领域合作项目。据报道，中建两国总理昨天共同见证中建签署农业、基础设施、教育、中医药、海关、科技、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18项双边合作文件。俄罗斯宣布从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及周边地区撤军。赫尔松是俄罗斯2月入侵以来夺取的唯一地区首府。乌克兰官员对这些声明表达震惊看法。